2026年3月16日，伊朗王儲巴列維發表聲明，當第一個城市獲得解放即會返回伊朗，帶領大家一齊並肩奪回屬於伊朗人嘅國家。大家好，我係易經人。3月14日，佢喺自己嘅 X 官方帳號發出咗呢份波斯語短片，內容包括佢向反對派武裝支持者致敬，確認已經獲得外部援助，並明確表示，我迫不及待地等待嗰一日，喺伊朗第一個解放嘅城市同你哋並肩站立，一齊締造最終勝利。呢段說話迅速喺3月14日晚上被支持者轉發，並翻譯成英文，廣泛流傳。短片長約2分半鐘，重點強調唔呼籲立即喺街頭示威，而係要有智慧咁削弱政權鎮壓嘅力量，為大規模民眾起義鋪路。按照我之前估計嘅劇本發展，美國成功奪取哈格島後，巴列維就會出嚟收場。樂觀啲，應該最快3日內就可以 happy ending 啦，因為3月19日高市早苗會去白宮訪問，到時可能會同 Donald Trump 一齊開香檳慶祝勝利都未定啊。今次分享到呢度，我係易經人，多謝大家。